消费量来讲一个较轻松的新闻。南投县溪地乡有一个适合健行好所在，伫涉水社区有一个侏罗纪公园，因为伊有原始森林环境以及丰富的动植物的生态，真适合规家伙仔去运动。 为了响应运动爱台湾的政策，推广在地特色产业，迄伫乡公所举办一场爬山散步的活动，希望当带动涉水社区生态观光旅游。期待着咱来参加的好朋友，得到健康以外，嘛借着你的相机，甲阮分享着阮溪地乡的水，甲阮涉水的水。迄伫乡涉水社区有一条生态丰富的森林步道，超有3公里长，沿途有真侪种贵鸟类的食物，这个叫做侏罗纪公园。 为了我们在地鱼池人的健康跟幸福哈，我们呢就是在这个涉水的步道哈，我们的水上步道呢去举办这个健行的活动。迄里乡涉水社区红茶上出名，花仔文化发展嘛真兴，后民众都真爱来这行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